全國最大嘅雞蛋生產商 Cal-Maine Foods 正喺度接受司法部反壟斷部門嘅調查。該公司承認上個月收到咗有關雞蛋價格上漲嘅調查通知，目前正喺度配合調查。喺消息傳出之後 ，Cal-Maine Foods 嘅股價喺星期二盤後交易中下跌超過4%。近期全國雞蛋價格飆升至歷史新高，主要原因係禽流感疫情導致超過1.66億隻產蛋雞被撲殺。2月份，全國各城市中一打 A 級雞蛋嘅平均價格為5.9蚊，較舊年同期上漲10.4%，高於1月份創下嘅4.95蚊紀錄。作為全國約20%雞蛋嘅供應商 ，Cal-Maine 受到咗嚴格審查。喺截至3月1號嘅第三季度，該公司嘅銷售額幾乎翻倍至14.2億元，主要得益於雞蛋價格嘅上漲。該公司當季雞蛋平均售價為每打4.6蚊，較舊年同期嘅2.2毫5大幅上升。該公司當季售出3.314億打雞蛋，同比增長10%，淨利潤係舊年同期嘅3倍幾，達到5.085億元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